好啦，乡亲啊，即摆出现着真侪有关三倍券的消息，民众根本就分袂清真假。有人收到简讯，讲三倍券注文失败，爱点连结重新来认证；，阁有人接到消息，讲三倍券听啊过去换回着更较侪现金。咱的记者实地来纠正，来看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。 打注文了三倍券，就收到赖的通知，讲是得到500块超商的购物金。像这款的消息一直传出来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什么是你骗人的？咱来调查一下。咱是这纠正刑事局侦查员提车讲，收到这款的简讯，莫遐尼简单的相信。简讯中所夹带的网络连结千万不要随意点击啊！一旦点击的话，可能会被骇客下载入侵木马程式哦。 亲像这张图，讲是汇款2500块，就当甲价值3000块的三倍券寄去恁兜。刑事局提醒讲，通常这款的业者收到钱了后，就甲你封锁，人就无去啊，千万唔通因为俗去互骗去。啊，阁有另外一种，就是针对需要现金的人。 最近LINE上面出现不少类似这种高价收购振兴3倍券的官方账号，记者今天实际加入聊天室，带您了解他们的操作模式。 价格就是2800，收3000块。有想要面交，可是就是有一点担心，就是这样会触罚吗？对，就是说不要太公开啊，有汇款那种反而更不好。向经济部纠正，这种民间的收购虽然讲袂当讲是欺骗，但是已经违规。发行办法规定这个民众是不得。 去来收购或转售。那当营业人他拿到这个3倍券，要到银行去兑领现金的时候，那我们会通知银行将他的资格做取消。政府发放3倍券是希望讲会当实际消费，进一步进行经济收购转卖欺骗这的行为，常常拢有人拄到。甲你提醒一个爱注意，无有可能唔那是了钱，佮辜负政府一开始的好意。